来讲美国甲伊朗核谈判是悄无共识，美国总统川普就警告讲有时不得已爱动武，或者毋是凊彩讲的。美军航艦就伫咧中东大规模组织，即马包括英国、意大利甲加拿大在内，这国家已经甲外交人员来撤离，发布相关级的理由警告。上证会采样上显示，美国伫沙烏地阿拉伯空军基地加油机甲有警戒数量伫短短几工内面现增加，中东地区的火药味达到上高点。目前美军已经派包含福特号甲林肯号在内2支航空母舰打击群进驻，部署规模达到伊拉克战争以来上大一摆军事行动。虽沙烏地阿拉伯不表态不稳准领土被用伫攻击伊朗，暗过美军大动作的兵力转移，已经互各界解读是针对朝鲜当局最后通牒。这随时一代化举行第3摆间接谈判，依然无结果。虽然调停过阿办讲有明显进展，暗过北京方面对伊朗拒绝放弃核武甲大导飞弹计划表示失望。美国总统川普指出，朝鲜当局无展现谈判诚意，伊虽然希望因和平解决，暗过耐心在消磨。面对外界烦恼冲突扩大，川普讲美国负全球上强大军队，若外交手段失败，军事打击会加做爱采取的选项。It's nice if we could do it without, but sometimes you have to do it with. When you look at look, we have the greatest military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ere's nothing close. I'd love not to use it, but sometimes you have to. 面对区域性战争风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真烦恼。虽然外交管道还未完全关起，不过区域内频繁的军事调动已经让情势真无稳定。联合国强调，国际关注人总署的全方位查核是解决核心症结关键，希望美希能够爱站站，将重点放回阿办走动的外交轨道，才别引起影响全球经济甲安全的灾难性冲突。These are two potential tracks. Clearly, we encourage. Everyone to focus on the diplomatic track. 局势真无稳定，英德法家电讲已经将对以色列甲伊朗的旅游警告提悬到相关级别，建议公民马上离境。英国已经关驻伊朗大使馆，美方也批准驻以色列使馆发表人员撤离。伊朗军方表示，正加被监控任何挑战行为，各准备回击。谈判期限都不接近，这场跨国兵场已经进入上危险的深水区。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